后来镜头刷转来台湾，有一个协会叫做白菜宝宝协会，因的理事长过去到乌克兰找代理孕母，生下着龙凤胎了后，大出名。后续有袂少的翁仔某请求帮忙，希望嘛会当斗找这个代理孕母。也毋过即摆有30个被害人串联指控这个理事长伤空伤芳，甲因收钱，而且收到的钱根本都无摕互海外的生囝中心。目前已经有10外个人提出着告诉。迄位理事长是出面来驳回，讲拢是无影的指控，讲解除合约拢会退钱，只是过程较复杂，这个钱暂时也未退。为什么要改大英诈骗？不用跟我讲，1000多万，那就上法院上诈欺罪。两警表示交予司法，伊是白菜红眼协会5世理事长，过去帮因为白生到乌克兰找代理孕母，成功成双生啊，全出名。这些都受害人，终于找到了。被害人继续是新顾客，才成功甲伊约出来对质，以后真侪翁仔某指控涉嫌诈骗钱财。Roses 协会经过甲海外考察铺上网，看当地环境，想想要伫囡仔翁仔某来问，毋过纳钱了后煞有去无回。若是查甫人旧年找5世理事长，对方讲会当斗找乌克兰某，毋过就要用医疗签证才会当入境，需要医生开邀请费用，拢总2万块。毋过纳钱了后煞问题了。被害人指控到乌克兰基辅，拄到其他顾客说讲根本唔免纳钱，才知影这是骗局。代孕诊所发给的邀请，发给客户的邀请函是免费的，因为他专做代理孕母的，他没有在做婚姻中介。所以他根本就不会有女生介绍给你，这一切都是骗局。另外，还有张姓查某人甲协会签今年结束的代孕签约，开26000块美金。理事长所讲，乱的运送进度慢，文件阁复杂，拖伫要1年才发现根本无伊的文件，连今年结束嘛无收到钱。该约到单，伫要81万的代票1仙拢讨无。直到现在。他一直推脱钱在吉尔吉斯，1毛钱都没有还给我。没有，请他去警察局对我提告，所以我有主动跟他提出解约，证要做出来，我才能款项才能出去。理事长严正驳回，实际来到伫咧实质的协会，厝边讲有袂少人摕放送头来讨笑。目前30外被害人 QQ 做伙，10外人要提告，要上法庭讨一个公道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